經常煮飯嘅朋友，請一定要記好呢16條秘訣啦。第一，煲飯嘅時候滴幾滴油，煲出嚟嘅米飯鬆軟可口，特別之香。第二，煮麵嘅時候喺鑊裏邊加一殼油，麵條就唔會黐埋一齊，根根分明。第三，煲羊肉多放蘿蔔，可以分解羊肉嘅臊味。第四，煮餃子嘅時候喺水入邊加啲鹽，餃子就唔容易破皮啦。第五，炒豬肝之前先用白醋浸一浸，再炒到7成熟，口感比較鮮美。第六，紅燒肉加啤酒先至會香。第七，煮銀耳嘅時候加些少澱粉，容易出膠。第八，炒豬腰之前先用白醋浸一浸，洗乾淨再嚟炒，鮮嫩可口又冇臊味。第九，烚雞蛋嘅時候水入邊加啲醋，蛋殼唔會裂開。第十，煲牛肉多放番茄，牛肉會更加之軟爛。第11，煲綠豆湯加少少檸檬汁，顏色會變紅。第12，煮蓮藕嘅時候邊煮邊加白醋，蓮藕唔會發黑。第13，炒豆腐之前先用鹽水浸一浸，可以保持豆腐完整唔爛。第14，炒土豆絲要先飛水再嚟炒，先至咁好食。第15，蒸魚嘅時候多放薑，可以去腥又增香。第16，做涼拌菜先將蔬菜飛水，再過冷河，蔬菜會更加脆嫩，顏色又夠晒鮮亮。你學識咗未？另外，今日仲有個秘密要話俾大家知嘅，煲牛羊肉，如果你仲喺度亂放食材，咁樣再靚嘅牛羊肉都會俾你糟蹋晒。今日呢，只需要記住我呢一個口訣，等你輕鬆整出湯鮮美味、軟爛入味嘅蘿蔔炆牛肉。俗話講得好，立秋之後多飲牛肉湯，勝過一堆滋補秘方。好多大小朋友都中意食牛肉，但係我夠膽講，99%嘅街坊朋友都係薑蔥蒜、花椒大料，唔理佢3721，全部放晒落去。難怪煲出嚟嘅牛肉係又老又柴又冇味道，連隔籬屋旺財都嫌棄嘅。今日呢，我嚟教大家一個星級飯店都喺度用緊嘅炆肉口訣，無論係煲牛羊肉定係煲豬蹄排骨，都係軟爛入味，門屋飄香。都話點紅心係情分，唔點紅心係本分。更有緣刷到呢條視頻，係緊要幫手點返個支持下嚟，多謝晒咁多位。首先將切好嘅牛肉凍水落鑊，加入高度白酒去下腥，煮到有血水出嚟之後，撈起用熱水清洗一下。記住千祈唔好用凍水。知道點解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打出嚟。跟住落嚟重點嚟啦，唔理係炆啲咩肉，呢個黃金口訣表一定要記住啦。炆肉，第一唔放花椒，第二唔放八角。咁乜嘢可以令牛羊肉增香出回味？係草果。乜嘢可以令牛羊肉脆熟脆腍？係山楂。乜嘢可以激發肉食嘅香味？係高粱薑。咁令牛羊肉食起身香而不膩嘅係啲咩？甘草。乜嘢可以令牛羊肉去腥增香除異味？係白芷。咁令煲出嚟嘅牛羊肉肉質更加鮮嫩嘅係啲咩？砂仁。將呢幾樣嘢加埋一齊嚟用，咁你煲出嚟嘅牛羊肉更加軟爛入味，湯鮮多汁，既可以大口食肉，又可以大啖飲湯。隔籬老王聞到都流晒口水啊！但係咧，呢幾種配料自己搭配起身比較麻煩，比例掌握唔好，仲會影響湯同埋肉嘅鮮香。所以為咗方便大家使用，我哋已經根據精準配比做成呢種紗布小包裝。咁最後放上薑蔥同埋呢個料包，大火煲佢50分鐘。倒入蘿蔔，再繼續煲佢10分鐘，調味加啲鹽同埋胡椒粉，再落返少少芹菜枸杞就可以飲啦。咁樣煲出嚟嘅蘿蔔牛肉湯係湯鮮美味，肉質鮮嫩，睇到都流晒口水呀！如果你都想試下呢個牛羊肉專用調料包，可以點我頭像，下邊櫥窗已經幫大家準備好晒。秋天正係食肉飲湯補下調氣嘅時候，嗱嗱聲帶返屋企試下啦！